段时间呢，就是听说就是一个汉人，好像听说这10几年都是在，他都是一直都是在，他好像那个主要是在左旗那边就是来，不知道他做生意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一直寻那些离左旗比较不远的那些地方的牧场，那个牧区，然后每年都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冬天的，就是秋天、秋夏、冬天的这个时候，都是在牧区杀牛的时候，一年的那就是一个家庭里面1头啊、2头啊都有这种。那这个时候他都是在寻着那些地方，就是杀牛。然后现在好像也是拿到的钱也可能是相对来说的就比较多一点。从杀生的一个这样的这个罪过来说，从英国的角度来说的，那就是他拿的钱就是根本就不值。但是从一种劳动的一种这种层面来说的话，他就没有做太多事情，就马上杀了一个牛就可以拿到多少钱，就好像他就觉得有点好赚嘛。所以好像听说10几年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刚好一个牛就攻击他，然后他就死了，好像不到2、3个礼拜吧。在群里面一直就是把他的这个事情，就是叫大家念经，帮他们念经。然后那个牛就是发到我们的群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1、2个人，就是说如果是那个牛现在还没有死的话，我们群里面的人要不要把它那个下来要做放生？大家都说可以，都同意了。但是去问的时候呢，后来就是有一个人去问了以后呢，那个牛呢本来就是早上的时候要杀的，然后就是他开始要杀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攻击那个人，他的攻击成功了，那个人就死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家里也是肯定是很不开心嘛，然后就心里就是一定是很不舒服嘛，所以可能就没有来得及杀那个牛，也没有人杀他嘛，所以就他就怎么说，耽误了要杀死他的时间，就是出现另外一个人就把他买下来作为那个放生，已经放生了。那个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放生好了。所以因果跟缘分就是这样，他这么长的时间做杀生，到最后可能时间到了，那就是被那个牛杀死了以后，接下来他要去哪里？他要面对是什么？面对的就是哪些样子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方面来说，那根本就不用讲嘛，所以就非常的可怜。所以众生的因果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过去也有一个故事，就相当就是说一个有神通的一个修行人，看着就是他只是看到过去的一些事情，他的神通看到过去的，然后就是一个众生的将来他看不到，所以就是过去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然后他就知道佛经里面说就是要杀死一个众生，要换他就是500次的生命。那他就知道过去，但是后来他就想，那这2个在投生的话，他就看那投生的时候，他就一个就变成一个牛，一个是变成一个马，一匹马，然后一个牛。牛在哪里呢？牛在那个康定，康定呢就是变成一个耕地的那种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变成就是那个很远的那个牧区的，就相当现在的就是去朝鲜那个地方的一个牛，一个马。那他就想奇怪，他们呢这2个动物是过去是有那个被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欠债嘛，就是有这种的生命的。那这个实际上来说呢，他们就现在马上就是实际上来说，这个牛必须得要杀死那个马，因果道理上的话就是这样。但是距离又那么远，那现在来说呢，可能是应该是有大概可能是600-700公里，但那个时候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远的，就是要骑马到也是要1-2个月，花到1-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他就想这2个投胎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一生当中，那一匹马的生命也是可能10几年了，那么牛也是这样，那就也是不会更长的时间。那这2个里面一个马跟一个牛，这2个怎么可能就会碰在一起，而且是那个牛可以杀死那个马？他就一直这样想。但是后来呢，就是那本身这些牧区的，就是
都会去经商的人都去那个康定买那个茶叶啊、泸定啊那些地方买茶叶带回那个藏地，然后藏地的那个去那个更远的地方带那个弄那个收那个盐巴，然后带出去，然后就是卖出去，然后就是更换茶叶跟盐巴更换，然后就过去。现在不是就有一个那个茶马古道一个这样的说法嘛？过去那些人就是要几个月的行程，然后他呢就是那有一个次呢就是主人呢就是主人要去康定那个买茶叶的时候，那刚好骑着那个马就走了，然后他就想哦，那这次他们两个就是有姻缘一起能够可以在接触的时候，刚好他到了康定的时候呢，那个耕地的那个牛，然后到了这个马的身边，他就又用脚一攻击马，然后马就死了。就是这些的故事也是，同样的，就这次在那边发生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英国就是这样。那这边的那边的那个人呢，就是十几年都是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在杀牛，每天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他是最开心的时候，他一天就可以杀很多的牛，然后他就可以赚很多钱。所以从劳动的角度来说呢，他就没有做太多那种劳力，也是可以赚很多钱嘛。但是就不懂因果的话就是这样。好，讲到就是顺便讲到这些，就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思吧，但也是就是要能够可以感受到因果就是这样。尊重思维这种道理之后再看到那些痛苦的旁生时，就会观想，如果是自己会怎么样呢？自己用手支住口鼻，阻碍呼吸，稍许将会有如何的疼痛恐惧？这样慎重考虑后，反复观修，连续不断感受这剧烈痛苦的一切众生，实在可怜。如果自己能将他们从所有不同的痛苦中解救出来，该多好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是要思维的部分，然后也有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用自他相换也是同样，把自己他人的这些一切痛苦，自己去感受，真正的去感受，那观想。今天如果是比人家用绳子捆绑自己的嘴也好，用那个工具就像刀啊什么的，就是要怎么说呢，割断自己的脖子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那这种时候就会有什么样子的这种痛苦什么之类，这些一定要好好的去想。那或者是自己的手或者是脚放在哪里，用什么样子的那个武器尖锐的那些刀也好，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武器，把它砍掉了砍下来会该什么样子的一种感受，这样去想，那他人的一切痛苦，然后就是自己来接纳接受自己的一切的这种幸福跟快乐，那么就是送给他人的本身的自他相反的观修是这个。但是刚刚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有自他相反的那一种，相当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交换他的感受，或者交换刚刚死的那个人，或者是刚刚死的那只羊，或者刚刚死的那头牛，或者刚刚杀死的那个鱼，或者刚在火里面烤的那个虾跟鱼等等这些所有的众生。如果今天是我，那就比如说一个活生生的虾，就是从竹签插进身体的时候，我们自己像我的这个最下面屁股里面可以就是直接插到嘴巴里面的话，那怎么样子的一种痛苦，能忍得住还是忍不住？那到死亡是还需要多长时间？那个没有死亡之前再烤起来的话，那我的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先从这样烤的时候是这个部分，然后再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个部分，那这里如果是用火烧起来，相当一点点的火烧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感受？这样去想。那么我刚是说死的那个刚死是那个其他众生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去想的话不对的。那这样去想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菩提心。那么我们刚刚前面的这样想，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人，没有学习佛法的一个人，
你去观想这些的时候，他都觉得啊太残忍了，你们佛教有这么残忍的方法，哇，我肯定就不能接触佛法，都会这样想，这样会说的，会这样想的，那事实是会这样想的，都会想，哇，我怎么可能去观想这些啊？原来你们这么残忍的方法都是要观想吗？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这个过程并不会是残忍的，我们真正的要去这样去做，才是我们的心，才是看到众生的痛苦，我们自己会感受到悲伤的，这种才会达到的。那不然的话，我们的心呢，就本来所有的人的心是肉做的，但是实践人呢，就是到最后都变成钢铁一样的心啊，那么这个就一直不断的在留在轮回当中，没有任何意思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为说啊这些太残忍了，那我受不了，这种的那种连这种的忍辱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发菩提心，我们修大乘佛教的菩萨，我们要行菩提心，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开始行菩提心，那么就世俗地开始要达到圣义地的。整个的过程都是一定要这样走的，坚强的，而且要忍辱的去修持，精进的去修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说一说，嘴里说一说菩提心啊，很好听啊。一讲到菩提心的时候，就直接想到菩萨的一种状态去，哇，看观音菩萨度化众生。那观音菩萨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又做了多少的这种苦修跟多少的这种发心，那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不光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自己好好的时候啊，我从这里用火烧起来，那我这里就是用开水就是冲下来，那么就是这里就是我们把正在烧的那个油从嘴巴里面倒下来，该如何怎么捅这些，我们只是想一想而已，没有实际上真正的到。如果我们连这样都不敢想的情况下，有一天我们真正也是要进入这样的地狱的这种怎么说呢，通过里面的时候，那就下面是用火烧，用水煮，然后就是上面呢就是地狱中的那些阎罗王那些眷属嘛，那个叫什么名啊？狱主，对，狱主呢就是用那个大的那个铁锤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武器，各种各样的兵器在那个打你捞你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活生生的那种活线海鲜那些住在水里面，就是用筷子捞一样的，就是我们相当就是比地狱的这些狱主更恐怖嘛，实际上来说。但是我们是人类，还是在一个桌子上也有笑也有讲也有聊，然后就各种各样的去开心，我们享受一个很美的一个生活，对不对？山珍海味什么有一种说法吧，我在电视里面看到的，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会学到这些山珍海味。自本作人